喂，喂，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第一礼拜进前，先来开始练习咱今日要所唱的3首的圣诗。咱首先来看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极欢喜。咱做伙来练习第1段到第3段。万有三甲自极欢喜，阿罗上帝做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真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罗天父永更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头出现大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星星隆重欢喜。小家袂当生气，阿罗天父永更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花水清清滴滴流来，音韵响亮大家好嗨，哈利路亚。接落来，咱看圣诗第119首。圣诗第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这今日要所念的3首圣诗，拢是定在念的吼，所以佫无得介绍。上帝。
接来，咱来看圣诗第560首。圣诗第560首，诗温上帝，荣光上帝。咱嘛是吟第1段到第3段。诗温上帝，荣光上帝，赐灵力，好正行义，完成历代圣会事工，人殿开会累水，赐愿智慧，赐愿勇气，面对挑战谈一时。挑战叹一时，看世面恶势力高位，攻击基督犯真多，兄兄困绑打地头望，信心坚定上无路，赐愿智慧，赐愿勇气。今日的研习就到这，谢谢。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我用我的声求叫耶和华，伊对伊的圣山应我。我倒地，我困，我精神，因为耶和华拢保护我。虽然千万人起来围雷攻击我，我也无惊。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拯救属地耶和华，愿你祝福你的百姓。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执欢喜。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请咱三甲来祈祷。疼痛阮的主，阮感谢你无比的恩典，保守阮伫过去这一礼拜的平安。主，阮是偌尔有福，伫罪恶的中间得到主你的拯救，诚侪你所拣选的子民。主，你也用你的保护来洗清阮的罪过，常时赐予阮加添的恩典，来有份管理主你所创造的世界。主，阮也伫遮再次感谢你，为着福音的缘故，你呼召阮自执伫济南教会。当阮回应主你的呼召，就为着福音的传播来装备阮家己。恳求主再次称起阮，互阮过着圣洁的生活，继续奔走伫主你为着阮每一个人所准备前往末日审判的道路顶面。为着福音的缘故，恳求主帮助阮，赐予阮有教业的勇气，离开阮感觉舒适的环境，勇敢来迎接
主所要互阮的条件，也为着福音的缘故，恳求主帮助阮有属灵的眼光，面对世间的引诱甲试炼，较赢过即个世间，无用世俗的价值来教育阮的后一代，无来批评阮身边的人，也为着福音的缘故，恳求主帮助阮，使阮有谦卑甲疼人的心，放下阮属于世俗的身份甲地位，接纳每一个踏入教会的人，打造阮的教会，成做属灵的家，成做甲上帝、甲人相结连的所在，也互人因为阮的相疼、相关怀，来认捌福音，来看见上帝。原知阮人的有限，恳求主帮助阮来行阮所喜爱的好，也远离阮所无爱的歹。原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但阮要照着主理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去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一叠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44篇，请掀开圣诗后面第1079页。启用文第44篇，这篇启用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40章。咱三角来启用。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债已经还清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互甜。弯落来要解互得。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涉案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四年的羊母，稳稳啊行。咱搁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上是阮主。
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答阮备办家己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听阮通过圣灵你来祈求的声音，帮助阮每一位，无论伫拜堂内，也是伫线顶，专心来就近你的会友。恳求主你的灵甲阮同在，恳求主你将圣洁的心思放伫阮的心内，用纯全的心甲清净的耳孔来听从救主你慈爱的声音。主，阮也感谢你引带你的仆人陈永文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恳求你赏赐智慧伫伊的讲道，来教示阮认捌主你的真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马可福音第13章第14节到37节。马可福音13章14节到37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当恁看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毋应该徛的所在，读的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迄时，伫犹太的人就逃走去山内，伫厝顶的毋通落来，嘛毋通入去厝内摕物件；伫园内的毋通转去遐外衫。伫遐的日子，有新人的，甲互园仔食年的妇人人非常不幸。着祈祷，这代志才免伫冬天发生。因为伫遐的日子，得要有灾难，是对上帝创造万物以来未捌有的，将来嘛袂阁有。主若无减少遐的日子，无人会得到救。毋过，为着伊所竞选的选民，伊已经有减少遐的日子。迄时，若有人甲恁讲，恁看基督伫遮，也是讲恁看伊伫遐，毋通相信，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行新惹奇事，若会当连选民拢要甲因迷惑。着谨慎，我已经将一切拢先甲恁讲啦。第24节，伫迄个灾难过了遐日子，日会变黑暗，月会发光，星会对天顶落来，天顶的光体拢会摇出。迄时，人会看见人子充满大光荣甲阳光坐云来临。伊会差遣天使对四方，对地的即边，到天的迄边，聚集伊的选民。28节，着对无花果树学习，其不已发晓的时，恁就知热天得要到。亲像安尼，恁看到这代志发生的时，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还未过去，这一切拢会发生。天甲地会消失，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32节，关系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着谨慎，着警醒。因为你毋知迄个时刻什么时会到，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外，将权交予仆人，分配工作予逐个人，搁吩咐守卫小心固守。所以着警醒，才免即家的主人忽然转来，看到恁咧困，因为你毋知伊什么时会转来，是黄昏也是半暝。是天要光，也是日出的时。
我甲恁讲的话，嘛要对众人讲，着警醒。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这碟，请阿十四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只有基督。
即碟请地永文牧师讲道，大灾难甲落尾的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诗班今仔早起用真水的诗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歌词讲：地狱关世，凶恶人类，背对主手将我掠开，到伊过来吊我心灵，我会徛在伫主权灵。咱为顶一届进入马可第13章，是无容易认捌的一章伫讲起将末，讲起将来的代志。伫中间，咱看见渐渐对迄个主题，对耶路撒冷的圣殿转向人子耶稣要过来，这确实是一个真大的转变，将犹太教甲基督教做出一个真大的区别。犹太人将目睭看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基督徒开始将目睭看向人子耶稣。耶稣再临，要带来这个世间的愿望。咱前一届开始进入13章，有讲起一系列关于将末迄种错误的掉头的警告。咱迄阵有第五节到第8节讲起有欺骗的人会来，有战争，有自然的变动。为第9节到13节讲起耶稣的学生要拄着迫害。今仔日所读到14节到23节，就讲起迄个可恶的毁灭者以及假基督会出现。然后伫遐进入13章的后半段，就是对24节开始。24节，因为有一句讲，伫迄个灾难过了遐个日子，所以咱知影后半段咧讲的是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将来人子要来的情形。迄中间有经文，佫分做3段。第一段是为24节到27节。就讲人子要过来，然后为28节到31节有无花果的披露，32到36节讲起迄个出外的主人，这拢咧讲起提醒学生着爱警醒爱警醒到最后37节做结论，对所有的人拢讲着警醒。咱前一届已经讲起前半段的主题真清楚，不管是战争，还是发生战争，还是发生灾难，有拄着迫害，还是耶路撒冷的沦陷，以及圣殿毁灭，这拢还毋是世间要终结的条头。虽然这个代志咧发生中，但是第7节讲终局还未到，终局还未到。所以咱会想，安尼终局什么时阵才会到？今日经文对24节遐开始讲有一天人子要伫荣耀中过来，迄是一个宇宙规个变动的时阵。对迄个人子要来的即个预言，主要要提醒学生，焦点已经转变。耶路撒冷毁灭，代表旧的时代要过去；人子要来，代表新的时代要来。伫即个经文中间30节到31节，甲咱讲，这样代志是确定的，一定会发生。总是到后壁33节、35节、37节，拢甲咱讲，无人知影迄个时间，所以咱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警醒，搁警醒。所以警醒是咱今仔日要做伙学习的要紧的主题。
学生听到耶稣讲人子要再临，这毋是要带互因惊吓，要互因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互因伫面对迫害的时阵，会当承担苦难，互因得到快乐。所以13节伫遐讲，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这大概是咱今日规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下面咱就一段一段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头一段14节到23节，伫讲起可恶的毁灭者。这可能是咱今日这段经文内底上歹得了解的一段。需要了解迄个历史背景，才会知影伊咧讲什么。作者马可对一般性的灾难，那亲像转用一个真特别的事件。伊讲，当恁看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无应该徛的所在，这句话是真特别的表达方式。有一个可恶的毁灭者，其他的翻译本翻做讲，迄个亵渎的，迄个可恶的亵渎的物件，徛伫无应该徛的所在，就是讲要欠权的意思，要欠权。伫遐作者佫加一句注解，或者咱伫读马可福音毋捌看到即种表达方式。伊讲读者，你着注意；读者，恁着注意，恁读的人着明白即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马可迄个时阵对伊的读者，咱知影马可福音大概是主后70年左右写的。70年的时阵，就是耶路撒冷圣殿毁灭，也发生真侪历史要紧的事件。所以作者来提醒读者，恁有注意到无？这就是伫恁中间有发生的代志。咱今仔日经过2000年，咱读了这段经文，咱可能毋知影作者是咧讲什么。但是伫迄个时代的人，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讲到可恶的一个毁灭者的时阵，其实因马上会当想到古早发生的代志。其实离因的时代毋是足远，200年啦，定。这句话伫但以理出现，伫但以理书，咱若去读但以理书第9章、第11章、第12章，拢会讲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嘛有讲到迄个地到灭亡的迄个上。这是咧讲什么？这主要就是咧讲200年前，伫主前167年的时阵，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叙利亚的国王安提阿哥第4。这个安提阿哥第4是当时一个足可恶的王，伊家己有一个小名，讲叫家己叫做显现。讲你看到我，就敢若看到上帝显现安尼。足骄傲自大的一个国王，伊为着要压制犹太人的宗教，要甲犹太人规个文化希腊化，将犹太人变做希腊文化。伊做一项足可恶的代志，伊将献互希腊神明宙斯。咱知影希腊的神明中间上悬的一个叫做宙斯，Zeus。伊将献互宙斯的祭坛设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内面。咱通讲这就是亵渎的代志。结果引发犹太人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真出名的马加比的叛乱。后来咱知影马加比叛乱，犹太人拍赢，镇赢这个叙利亚。马加比这位将军后来带军队倒转去到耶路撒冷，清起圣殿，甲去互这个国王亵渎的迄个过程，甲伊清起。所以马可伫遮讲，恁看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的时阵，恁就要注意。
所以真有可能马可是咧提醒伊的读者，伫恁的时代，嘛有发生类似的代志。哦，恁若看见类似的代志，恁就要小心。哦，恁就要小心。哦，这中间伊用的动词是阳性的。哦，设立这里是一个阳性的动词，所以学者讲伫遮，伊可能咧指一个人，一个人物。哦，指一个人物。哦，啊，到底是指什么？学者有足侪无共款的推测。啊，有3个可能性。咱简单介绍这个历史背景。头一个就是公元40年的时阵，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伊要踮犹太人的圣殿内面设伊家己的铜像。咱知影这就是迄个罗马皇帝崇拜开始。结果这样代志还佫无发生，因为无偌久伊就死去啊。想要把这个铜像设伫圣殿内底，啊，当然犹太人反对，不过这代志后来就无去。第二个可能就是主后67年到68年，就是犹太人起来甲罗马人发生战争的时阵，当时这激进党的人占领圣殿，结果伫迄个所在，甲圣殿当作军事的总部，啊，伫遐。伫圣殿内底安尼凊彩对待即个圣殿，佮演一出闹剧，因为设立一个真无适当的人做大祭司，所以有人讲，有可能伫指这个事件，或一个无适当的人伫迄个无适当的位，第三个事件是公元70年的时阵，战争结束，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圣殿规个毁坏，结果呢，罗马军队踮圣殿原来所在，将军团的旗仔设伫遐，然后献祭，献祭，所以这3项事件就是马可的读者的时代发生的事。作者哪像咧提醒这个犹太人讲，若是看到这个代志发生，你就知影。恁就爱紧走，今日经文讲，住伫犹大的人，就紧逃去山内。咱搁读落去，16节到20节，用的是真天启式的表达的语言，真歹了解。伫遐讲，伫厝顶的人唔通落来，嘛唔通入去厝内底摕物件；伫园内底的人，唔通转去遐外衫。伫遐日子有新闻，甲互婴仔饲奶的妇人人真不幸。就祈祷，这个代志才免伫冬天发生。因为寒天拢会落大雨，落足侪雨，啊，若要逃难真困难。简单讲，这段话目的就是咧讲大灾难若来，时机足紧迫，恁要逃嘛足歹逃。总是整体来讲，到最后，马可伫遐讲，就算有大灾难，恁嘛唔通凊彩相信各种的假消息，还是传言。伊讲迄时，老人甲恁讲，恁看基督伫遮，还是讲恁看伊伫遐，唔通相信，甚至用虚假新约技术来迷惑众人。嘛唔通相信，所以伫遐最后结论讲，恁着谨慎，我已经将一切拢甲恁讲啦。各位兄弟，这段是接续咱顶一届马可前半段同款的表达方式。就算有欺骗的人来，有战争，有灾难，甚至有迫害，还是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嘛出现啊！恁也唔通去用骗，因为终末也未到，也未到，爱有谨慎的心对待这个代志。总是接落去，作者为24节开始讲起人子要来，真正进入
终末的即个预言，终末的预言。24节安尼讲，伫遐个灾难过了遐个日子，伫遐讲日会变做黑暗，月变做光，月袂发光，星会为天顶落落来，天顶的光体拢会摇拽。迄时，人会看见人子充满大光荣，甲阳光齐魂来临。这才是真正讲起有一天人子要过来，万物的终局会到。讲到终局，可能咱想到会惊。终局感就是毁灭，就是黑暗，就是什么拢结束。真侪神学家对这有无共款的看法。德国神学家卡巴特讲无啦，毋是。伊引用以赛亚60章19节安尼讲：日时你无需要日头的光，暗时嘛无需要月亮的光照，因为我上主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上帝是你的阳光。咱若读启示录22章第5节嘛同款，袂阁有暝时。因无需要灯的光，还是日头，因为上帝会甲恁照光，伊会永永远远掌管。所以不管是以赛亚，还是启示录，在讲起终末的代志，拢用这种上顶的语言，伫遐讲上帝比这个大灾难拢搁较大，上帝的能力毋若超越罗马的军队，嘛到规个宇宙的存在。但以理7章13节应允人子伫终局要来。读到这个所在，马可的读者已经知影，耶稣就是人子。伊来要带来审判，但是更较要紧的，要带来拯救。所以咱看13章20节伫遐讲。主若无减少遐个日子，无人会得到救。主要是为着得救，为了要互人得救，上主将日子减少，迄灾难的日子甲伊减少。到20节到27节，拢总讲起，阁有选民，伊所竞选的选民要自集，要自集做伙，因要对四方自集遮的人，四方主要是咧指为世界无共的所在，所有的国家来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真水的应允。终末的时阵，上帝迄个普世拯救要完成，而且选民要对世界所有的国家内底拢来，所以有神学学者哈尔奇安尼讲，要进入契约的团体，无任何的条件你都要属伫倒一个族群，你都要有甚物款的社会地位，你才会当进入这个契约的团体。上帝要为世间万民中间来竞选伊的选民，这也是先知以赛亚在讲起终末的时阵，真水迄个普世。外邦的人嘛，伫甲犹太人做伙领受拯救的这个应允。接续落去，咱看28节到31节，伫讲起无花果的披露。无花果披露主要目的是要讲，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而且调头愈来愈清楚。伫遐讲，恁若看见叶仔。绿色的叶仔生出来时阵，恁就知影热天伫要来啊，主伫要到咯，已经到门口啊，已经到门口啊。所以伫遮咧讲起，这个真要紧的，耶稣人子要再临的代志，的确会发生，的确会发生，而且无偌久就要来咯。第30节伫遐讲，伫
伫即个世代还未过去，遮个代志拢会发生。啊，咱伫遮看见头前讲的，甲后壁讲的有一个真大的对比。伫第5节到23节中间，当咱咧讲遮个调头，看见遮个调头，伫遐讲这就是啊，已经发生啊，这就是啊的时阵，马可讲你着说你毋知影。但是到尾啊，即个时阵28节到31节，伫遐讲时伫要近啦，伫要近啦。伫讲近啦的时阵，确实受到肯定的表达。所以咱毋知影什么时阵发生，毋通讲这就是啊。但是咱知，随时就会要来，近啦，近啦，近啦！即个表达，伫提醒咱警醒的一个态度。佮接续落去32节到36节，佮用另外一个，譬如讲出外的主人，伫遐讲主人出外出去的时阵，将伊的权交予伊的仆人，交代因小心固守，分配因逐人的工作，叫因小心固守。啊，伫遐讲，迄个日无人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伫遮咧提醒，因为时间咱毋知，所以毋茫是用警醒来学习的一个功课。带着毋茫，常时爱谨慎，爱警醒。所以咱若到遮13章规章甲看起来。作者咧提醒咱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错误的态度就是去用误导的攻击，伫遐大去用迷惑讲啊，已经够啊，已经够啊，基督伫遮，基督伫遐，这是一种错误，想讲家己知影末日已经够啊。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冷漠、无感觉，甚至无关心。认为讲啊，这拢袂要紧，袂来，这代志袂发生。所以36节用这个主人出外的譬如伫遐警告，讲你着注意，免即家的主人突然转来，看到恁在困，看到恁在困。所以上面毋通攻击，上面嘛毋通袂使拢无警觉，掠做无代志。结论。伫遐三种无共款的表达方式。第5节、第9节、23节、33节，伫遐讲着谨慎，33节讲着警觉，33节、34节、35节、37节讲着警醒。这就是咱今仔日爱做伙学习的功课。因为毋知，但是毋通放做无要紧。着谨慎，着警觉，着警醒。真有意思的是，伫这段譬如，主人是确实的，主人出外无伫咧。这个确实甚至到故事的煞尾，主人嘛还袂转来。主人毋知什么时阵要转来，无讲。这亲像咱马可福音继续读落去，读到最后16章的结局嘛是安尼。咱若照马可福音上原始的版本，马可福音第16章第8节结束。结束的时阵，国外的耶稣、国外的主还未出现，学生甲妇人人还搁伫遐听候。这个意思就是，要对这个将来要失去老师、要失去主人的学生，甲因提醒，着准备家己，着警醒。不管老师什么时阵倒转来，咱拢着爱为着咱所领受的积分，爱做出交代，准备爱做出交代。咱今日经文最后第37节做结论。伫遐毋若干那对遐个学生讲，恁着警醒。最后耶稣第37节讲，我要甲恁讲的话，嘛要对众人讲。所有的人着警醒，着警醒。
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对咱有啥物启发？我想有3个点来甲咱做伙分享。这经文对咱真要紧的提醒。头一个，咱顶一届已经讲起，这个时代拢有真侪这有关末日的预言。昨暗伫学生的团契，我甲少年学生讨论到这所谓邪教这个主题。最近可能大家有注意到，有真侪报道咧讲起，有真侪这所谓新兴的宗教是邪教。这邪教拢是用末日的假消息，互人着惊，然后就接受迄个权威，接受迄个领导者，迄个偶像崇拜。这种假消息今仔日也是真侪，有真侪人讲就是这个时阵，是讲基督伫遮，基督伫遐。总是咱顶一届已经讲起，马可咧甲咱提醒。着谨慎，将末还未到，唔通遐紧就做出断言。耶稣敢有讲唔对？30节，耶稣伫遐讲，这个世代还未过去，这个拢会发生。结果咱知影，那像还未完全发生啊。不过加尔文甲咱讲，已经发生的代志是会当确定的。耶路撒冷已经毁灭。圣殿已经烧去，教会嘛已经经历着迫害。虽然耶稣还未带来完全的大改变，但是这个代志确实已经有发生。不过终究呢，得要来。32节讲，不过这个日、这个时无人知，所以提醒咱。就做好准备，那亲像最后的事件要发生同款。所以今日经文头一个对咱真要紧的提醒是谨慎，但是爱准备。第二，今仔日有一个真特别的主题咧，讲起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可恶的毁灭者。这个可恶的毁灭者到底是咧讲什么？特别伫遐讲起讲，伊徛伫无应该徛的所在，哇！这真侪，真互咱通思考的所在，无应该发生的代志，伫遐竟然发生，阮即礼拜牧者伫遐讲道讨论会的时阵，讲到即段，讲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无应该徛的所在。真有意思。阴阳牧师马上就想到讲，伫中国迄习近平下令讲，家己的相片，搭囥伫礼拜堂内底，无应该囥伫无应该囥的所在，这就是一个可恶的毁灭者。咱会当为这个角度去想，欠权、亵渎，这种代志伫今仔日的时代嘛是咧发生。有人可能会想到讲，这种代志。是普世共同的议题，核子战争敢会发生？全球暖化、生态的变化，这敢会是可恶的毁灭者？是讲国家的议题，咱面对中国的威胁，可能发生战争，这嘛是可恶的毁灭者？是囥伫个人的难处？咱嘛有可能经历到咱恶担当的事，有个人拄着癌症，有个人发生真严重的忧郁症，拢会人想到讲一个，互我无法度去承担的一个可恶毁灭的代志发生了。这个代志发生，毋是新的，伊是历史过去就有发生过的代志。所以咱爱有历史感。阮咧牧者讨论会的时阵，春生牧师马上就讲：历史感真要紧。无历史感的人，就将这代志拢袂记咧，掠做拢袂发生。犹太人袂记咧200年前才发生的迄个马加比事件，
安提阿哥四世将迄个可恶的上祭坛藏伫圣殿内底。咱做台湾基督徒，咱可能嘛袂记得40-50年前，迄个时阵还咧戒严的时代，迄个党国的政府安那咧控制咱的人生，伫遐压制人权、压制自由。无历史感就失去对现实的体会，失去对现实的体会，咱足容易互假消息来误导，咱落落去一种认知的错误。今日真侪学者提醒咱，台湾现在面对上大的问题，就是认知作战、认知的作战。咱要怎样有警觉的心去看待咱周围发生的代志，这也真要紧。最后第三，耶稣叫咱着觉醒，着觉醒要安怎来理解？学者甲咱整理讲，着觉醒哦，有几个无共款的层面。有个人对字面来了解着觉醒，就是相信讲耶稣无偌久就要转来啊，真正要倒转来。这是为字面去了解迄个经文，耶稣无偌久就要转来，所以咱就准备好。这种字面了解讲耶稣真紧的倒转来这样代志，对这个面对迫害啊一个受苦的人非常要紧。伫受苦中间，伫迄种苦难中间的人，就想到耶稣要过来，带予因真大的愿望，心灵会让得到安慰。美国的黑人，古早伫奴隶的时代，因伫遐一直唱迄个黑人的灵歌，迄黑人的灵歌拢是咧表现即种期待耶稣较紧转来，耶稣较紧到。一首真出名的黑人的灵歌，Oh Lord,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主啊，何等水的一个早起，当星辰开始咧落落去的时阵，咧期待讲。天地变化，耶稣较紧倒转来。第二种态度，无为字面了解，是将这个耶稣讲着警醒，甲换做是生命生活中间的一种实际的态度。因为着警醒，所以逐工着好好啊过生活，好好啊尽你的责任。有一个真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发生伫殖民时代美国的这个新英格兰的所在。迄个时阵，美国还未独立，还未独立建国。伫新英格兰遐13州成立一个州议会。有一天咧开议会的时阵，突然发生日食。日食咱知影，月娘将迄个日头炸起来。规个天变做乌的，天规个拢乌去。日时虽然是日时，天乌去。哇！逐个开会的人，这议员，逐个拢足着惊。国内的人马上徛起来讲，咱应该爱停止开会，爱休会，延期才阁开会。结果中间有一个议员徛起来，伊甲议长讲：议长，今仔日若毋是真正发生世界末日。咱结果决定要停止开会，众人要看待咱安怎？甲咱当作戆人。若是真正是末日，我嘛无爱收会。若真正世界末日，我毋望互人看见我尽本分伫遮开会。所以我提议，你去请人摕一寡蜡烛来，咱继续开会。这是一种真有意思的态度。警醒就是提醒咱，伫逐工日常生活做好咱应该尽的本分。最后一个层面是个人的个层面，警醒会让诚做咱个人生命经验的改变。有时阵咱拄着恶担当的事，可能面对死亡、破病，伫中间咱去体会到上帝主权。悠远地主导咱的生命，是讲咱人生拄着
重要的决定，面对危机伫遐思考，结果因为危机带来反省，咱找到生命的觉醒、信仰的意义。这嘛是着觉醒中间真要紧的层面。伫个人的生命中间，体会到因为觉醒来找到新的出路。各位兄弟，不管为里面了解，还是为现实生活去体会，还是对个人的经验来体会，马可福音第13章对咱也是真要紧。伊帮助咱继续伫咱的人生中间来实现咱门徒的职分，互咱拄着欺骗的人，拄着假消息，拄着邪恶的迄个毁灭者，咱袂沦落，也帮助咱愿意面对苦难甲迫害。第10节佫讲，着福音着先传到万民，才会代志才会发生，嘛咧提醒咱继续伫福音的工作来努力。整体来讲，警醒帮助咱的日常生活会当更较高尚，更较有活命。因为人主不管时，拢进入伫咱的生命中间，挑战咱的生命，也互咱的生命警醒来回应主对咱的要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温天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马可福音13章这段真无容易了解关于终末的这个信息，帮助阮伫现实的生活中间怎样有谨慎甲警醒的态度，无凊彩将掉头看做是确实的代志，嘛无放弃终末的迄个信息，互阮伫即个紧张的将来甲现实的中间，有智慧，逐工用警醒的态度来过生活。恳求你伫即种人生的挑战中间，将你的智慧、愿望甲气力放伫阮逐人身躯顶。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560首，圣诗第560首，诗温上帝，阳光上帝，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万里。
请坐。即点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特别为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咱4月初2到初8是受难节的期间，咱为着纪念耶稣的受难以及咱所有伫这节期中间，咱的礼拜、咱的反省来祈祷。第二，请为着圣歌队来有备搁偌济赞美礼拜的服侍来祈祷。第三，请为着咱台湾，为着咱全世界所有守护民主自由的人受压迫的来得到讨放，请为着咱这来祈祷。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这点，请今仔日的司县长柯景成执事引带咱来做结束的祈祷。慈悲听人愿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齐聚伫遮来听陈永英牧师传达你的教示，互阮搁一遍的警醒，有照你的旨意，也是行你的路。安尼也无，咱4月初2到初8是受难周，毋望众兄弟姊妹搁一遍明白上帝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上肉身来为众人赎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意义。耶稣基督迄无私的爱是值得咱来学习的。圣歌队为着过这个这么礼拜的服侍，有积极伫咧准备，祈求上帝赐因有健康的心灵来做这个事工，来荣耀你的名。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嘛是上帝赐予咱众人的恩典。祈求世上有权力的人、有势的人，也是国家，拢会当保护、尊重自由民主的选择，毋通用武力来打压别人，嘛为着咱台湾的民主自由献上祈祷。咱以上祈祷不配，拢是用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时来奉献，奉献的时，像是要由儿童主日学的小鼓手班用因的歌声来献上因的感谢。
请大家起立，咱做伙用奉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碟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通知事项第一，咱全教会一日游定伫4月22日，咱要前往新竹公园、南寮渔港、甲龙潭客家地文化馆等等所在来参访。报名到4月初6截止吼。请大家来咱聚会也是所属的这个团契吼来报名吼，这个同工的名单伫下骹遮吼，到4月初6。第二，咱今仔日圣经学校有举办全教会的演讲会吼。上午11点伫 B101甲103的教室来举行，有请到台神的教会历史老师陈美玲老师来孝顺妇女宣教的卡者，请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三，德国的古伦神父定伫4月16前来本会来做讲道吼。第二场礼拜讲道邀请做伙来德国的博多兄弟要来举办性命见证的特会吼。这2场礼拜拢伫大堂来举行，有翻译，但是无做线顶的转播吼。欢迎大家来做伙参加。第四，咱教会的夫妻成长团体爱的练习室吼，今年要对5月开始，每一个拜六甲礼拜来各开一班吼。报名是上限是6队吼。报名时间到3月31日截止，欢迎已经欢迎夫妻，也是有定伫今年要结婚的拢会当来报名吼。课程伫遮，请大家家己看。第五，咱3月26今仔日下晡有神学礼拜日的全主题吼。主题是司法甲恶的距离。同时来讨论国民法官的制度。咱有请到台大的陈思梦老师，本会的林永颂律师，甲政大的林家和老师来做伙吼。时间是下晡的3点到5点，伫大礼拜堂。另外，伫4月初8有一个文艺复兴的论坛，主题是对爱尔兰的文艺复兴来看台湾吼。主讲是黄瑞江老师吼。4月初8下晡2点，也欢迎大家来参加。第6点，后礼拜日4月初2下晡1点，教会有举行清明追思的礼拜吼。若要参加的兄弟会当伫3月28日前来办公室来登记，提供个人的相片的电子档吼，甲纪念文，请大家做伙来参加吼。另外第7到第9点，就是过来咱的过偌济已经要到吼。4月初2，咱是中秋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咱有要举行圣礼典，请大家兄弟备万心来参加。
另外，伫4月初7，就是受难日暗时7点半，有受难日的职工的礼拜吼。咱暗倒会暂停吼。迄天要邀请密契诗班来带领咱，有举行开放式的圣餐吼。也请大家来共同来遮咱来孝念主的受难。4月初9是过偌济的赞美礼拜吼，时间改到上午10点来举行，请兄弟也备办心做伙来敬拜。团契消息的部分，请大家家己看吼，特别第2项，咱青少年团契的家长小组今仔日上午10点半，要伫主日学教室的2楼来聚会，咱也欢迎包括主日学的高年级，也是目前的中学生甲大专生的家长来做伙来参加吼。其他聚会请大家家己看吼。具体消息的部分，咱的高招二兄弟伫3月初7下晡来安息主怀，女婿80年吼。个别礼拜定伫4月16日下午2点，伫咱教会来举行。请大家来为遗属来代祷吼。以上报告煞来请陈牧师来做介绍甲请安。咱真欢喜，今日有来宾，国外来宾伫咱的中间吼。即个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前的参议员也是众议员，即个 Robert Pittenger 先生伫咱中间。We welcome former Senator and Congressman Robert Pittenger. 甲伊做伙来有总会研发中心的主任黄德安牧师吼。咱的好朋友杨宪宏先生吼。另外，对即个 Seattle 退休的，应该是退休的教授吼 ，Miss Hervey and Teresa Froelich。We welcome you. 各有一位老舍新先生刘世生，唔知有伫咱中间无？伫后壁遐请咱遐这互相请安吼。咱三甲来吟上咏圣诗第391首，阿乐天顶主宰，请大家起立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阿乐天顶主宰，创造天地。愿上帝平安，帮给一切人所想的教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阿门。请坐。
绿岛避会。若是有需要台岛的兄弟，咱会当到外口后山骹，咱有同工会来为你台岛。咱其他兄弟嘛会当到后埕的所在，咱有地饼会做伙来交易。